Hello，大家好。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咧呢個主前500年啦，咁樣咧就以色列人被擄前咧嘅西番雅書嘅。好，咁樣西番雅書咧就佢寫作嘅時間啦，咁啊都係咧約西亞王嘅時期嘅，係啦。咁首先都好多謝大衛鮑森牧師嘅即係導讀啊，先至令我咧明白咧原來西番雅咧先知個名係被隱藏咁嘅意思，同埋咧但點解佢被隱藏咧？就因為咧皇室嘅上一個先知咧以賽亞咧，當佢傳遞呢個天父啊嘅滅國嘅信息嘅預言嘅時候咧，就遭鋸死咗嚇，咁所以咧西番雅細細個嘅時候咧，可能咧就係因為咁咧俾人哋隱藏起嚟啦。好，咁樣咧就係、如果當我代翻入西番雅嘅處境啦，我成長嘅時候已經偷偷摸摸啦，但係嗰時咧又俾天父呼召喎，要我繼續去做皇室嘅先知啦，去宣講天父咧對以色列人嘅審判。咁啊，肯定係咧王同埋百姓唔中意聽嘅信息啦。咁又可能招惹殺身之禍，報以賽亞嘅後塵。如果係咁嘅話咧，我諗我會想走佬啦嚇，逃避咧天父嘅旨意。咁但係就係因為佢嘅勇氣承擔，肯履行使命咧，我哋今日咧先有西番雅嘅信息咧係可以睇到嘅。